人類關注組。早前人類關注組介紹過喺《香蕉成熟時2之初戀情人》入面飾演大學生陳堅嘅童愛玲。當然佢仲有另一個令人印象深刻嘅作品，就係同黎明拍嘅《和記天地線》廣告啦。呢兩個作品都係香港人嘅集體回憶。關於童愛玲嘅故事同埋近況，大家可以喺片尾 click 過去睇返。而今日人類故事嘅主角就係喺《記得香蕉成熟時1》同埋2入面都有演出嘅盧愛倫，佢個角色叫做婷婷，係鄧一軍飾演嘅主角波仔嘅初戀。呢位女主角有清純嘅外貌，聽講當年好多男觀眾都好中意佢，而普遍網上嘅資料都只係話佢拍過《記得香蕉成熟時》、《記得香蕉成熟時2之初戀情人》同埋《救世神棍》3部電影。不過經過人類關注組嘅資料搜集，就發現佢其實仲有其他嘅演藝作品，而佢到底係點入行，淡出之後又有冇再現身呢？喺講佢嘅故事之前，各位聽眾記得先 like 呢條片，訂閱我個頻道，同埋撳埋個啷啷，支持人類關注組做更多嘅故事。盧愛倫英文名 Alan， 出生於70年代中，屋企嘅環境好唔錯，佢排行最細，對上仲有哥哥同埋家姐。而哥哥同埋家姐長大之後都去到加拿大留學。中學時嘅盧愛倫就讀位於跑馬地嘅名校聖保祿中學。喺佢中4嗰陣，佢登上咗當年 Yes 雜誌嘅城市驚喜。城市驚喜呢個欄目透過自薦或者被推薦嘅形式，發掘咗好多香港嘅靚仔靚女，有唔少明星都係因為城市驚喜而出道，包括蔡卓妍、張柏芝、官恩娜、黃宗澤等等。除咗城市驚喜，仲有一個欄目係由華少扮唔同嘅流行歌手，仲有改歌詞，好似將鄭秀文嘅《如何掉眼淚》改成《姨婆掉眼淚》咁。關於華少嘅故事，之前人類關注組都有講過，大家可以喺片尾 click 過去睇翻。講翻盧愛倫，當年15歲嘅佢喺城市驚喜嘅訪問中指，佢最中意翻學，因為學校嘅修女同埋老師都好好人，同學間嘅感情都好好，會互相照顧。雖然係名校，但係讀書對盧愛倫嚟講就冇咩壓力。上堂時專心聽老師講書，放學返到屋企就自己溫習。考試對佢嚟講並唔係問題，而佢最中意嘅就係作文，因為佢本身就好中意寫嘢，亦都有寫日記嘅習慣。盧愛倫乖乖女嘅氣質被影視圈留意到，不過佢第一部播出嘅作品並唔係大家都熟悉，喺1993年上畫嘅代表作《記得香蕉成熟時》，而係無線電視喺1992年播出，同迪士尼合作嘅兒童節目《開心迪士尼》。盧愛倫年紀細細就做女主持，而男主持就係楊展強。節目主要係介紹迪士尼嘅產品同埋人物角色。其後盧愛倫亦都喺 TVB 拍咗青春單元劇《愛有明天意》，佢喺第6集《心思思有件事》入面演出，佢同當年以維他奶王子身份出道嘅魯文傑飾演情侶，戲中盧愛倫個角色叫做阿元，魯文傑就叫做阿東。阿東對阿元一見鍾情，力追之下成為咗情侶。不過做咗女朋友之後，阿元就成日管住個男朋友，男朋友就快頂唔順，又唔知點講。最後阿元要去留學，阿東先至講出內心嘅諗法。之後大家都係做翻朋友算啦。拍《愛有明天意》嘅差唔多時期，盧愛倫喺1993年初接拍咗《記得香蕉成熟時》，佢係鄧一軍飾演嘅主角波仔嘅同學婷婷。波仔暗戀佢，直到有一次佢哋 kiss 咗，但係波仔都係唔知婷婷點諗，因為婷婷同另一個男同學拍拖，聖誕舞會嗰陣更加叫波仔同其他女同學去跳舞。到婷婷同男朋友分手，波仔以為有機啦，點知原來又有另一個男同學出現喺婷婷身邊，而呢段戀人未滿嘅關係一直延伸到記得香蕉成熟時2之初戀情人。婷婷因為搬屋而要轉校，之後仲去埋留學，波仔有好多嘢
想同佢講，但係又講唔出口。佢寫咗一封好長好多頁紙嘅信，想俾婷婷，但係始終都冇寄出。多年之後，婷婷返香港，呢個時候婷婷同波仔都分別結咗婚。呢個可能就係初戀最常見嘅結局啦。去到1994年，盧愛倫並冇任何嘅作品。計返呢個時期，佢應該係要考高級程度會考，所以可能因為咁就暫停咗演藝嘅工作。去到1995年，佢大約20歲，佢再次同 TVB 合作，喺長壽時裝處境劇《真情》入面嘅第26至30集中亮相。佢嘅角色叫做 Fion， 係一個善良得嚟，但係又離地、過分天真嘅有錢女，意外之下識咗做時裝設計師，由劉愷威飾演嘅安仔，佢哋互生情愫。不過安仔就唔知 Fion 係有錢女，Fion 嘅富豪爸爸棒打鴛鴦，但係後來就被安仔嘅善良感動，就要安仔跟佢同 Fion 去到美國，仲話將佢嘅時裝王國嘅總設計師職位俾安仔做。不過之後安仔同 Fion 相處落，覺得大家都唔係好夾，而且又唔捨得香港嘅屋企人，所以呢段初戀最後都係和平分手。隨住 Fion 呢個角色離開香港，盧愛倫亦都冇再喺真情中現身。同一年，佢再拍咗梁朝偉、陳小春主演嘅《救世神棍》，不過戲份就好少，只係開場冇耐嘅幾分鐘。佢個角色叫做陳少芬，係一個因為掛住過咗身嘅狗而誤信神棍嘅少女。呢部作品之後，盧愛倫要去加拿大留學，所以就淡出咗幕前。喺當地讀書嗰陣，佢識咗個男朋友，畢業之後佢哋一齊返到香港。盧愛倫喺投資銀行擔任後勤嘅工作，而同男朋友拍咗10年拖之後，佢哋就結束愛情長跑，婚後生咗小朋友。雖然離開咗娛樂圈，不過盧愛倫就好念舊，喺記得香蕉成熟時呢部電影嘅16年之後，即係2009年，電影嘅導演趙良駿就喺明報周刊名為《人間散步》嘅專欄入面提到自己執導呢部電影嗰陣，盧愛倫只係一個中學生。佢話時間過得好快，咁就過咗16年啦。而由於佢同盧愛倫係同一日生日，每年盧愛倫都會發信息同佢講生日快樂。呢一年佢收到佢嘅生日祝福之後，就提議出嚟聚一聚，仲約埋鄧一軍同埋其他幾位戲中嘅演員。最特別嘅係，鄧一軍早年曾經喺訪問中提過，自己個女同盧愛倫嘅小朋友就讀同一間小學，所以成日都會見到面。2023年嗰陣，有網民分享同盧愛倫喺香港嘅港鐵站合照，雖然好明顯係舊相，但係都令到一眾網民啲回憶翻晒嚟。上年2025年，亦都有網民指佢已經移咗民。盧愛倫淡出咗觀眾嘅視野多年，果然初戀只能夠留喺回憶入面。今集嘅人類故事就分享到呢度，唔知大家有咩感想，歡迎留言分享。另外記得 like、subscribe， 分享俾所有中意聽人類故事嘅朋友，亦都可以考慮以 Super Fans 支持人類關注組做更多嘅故事。我哋下集再見。